老人家洗澡有什麼潛在的危險？你還在每天洗澡嗎？第一回網絡文章。好多老人一輩子冇咩大病，行得食得，前一日仲同你講笑，第二日人就唔喺度啦。而且出事嘅地方往往唔係喺馬路，唔係喺醫院，唔係喺手術台，而係喺浴室，即係沖涼房，係洗澡，即係沖涼。你仔細啲諗下，咁嘅消息你聽過幾多次啊？鄰居屋企老人朋友嘅親戚，新聞裏邊嘅某某嘅長者，每一次嘅故事都好相似。人本嚟好地地噶，就係沖涼嘅時候突然之間倒下。當你聽到嘅時候，你可能會覺得係不幸，係意外，係佢嘅命唔好，嘆一口氣就過去啦。但係如果我話俾你知，呢啲事好多時候根本就唔係意外，而係一早就埋好咗嘅地雷，你會唔會願意重新再諗下呢？我認識一位退咗休嘅老校長，70幾歲，身體硬朗，每朝去公園打太極，下晝仲踩單車買餸。學生都話佢咁嘅身體再活20年都冇問題啊！結果呢，喺一個寒冷嘅晚上，佢照常沖涼，並冇跣低，冇撞到頭，亦都冇任何掙扎過嘅痕跡。就係沖完涼，人就冇再出嚟啦。你聽到呢度可能覺得好誇張，沖個涼啫，咁洗完擦乾咪出嚟咯，會有幾咁危險呢？後來我哋研究發現，真正嘅危險呢，從來唔係洗澡呢兩個字，而係洗澡嗰一連串睇唔到嘅變化，水溫嘅變化、氣血嘅變化、陰陽嘅急轉、內外嘅失衡。好多老人家唔係當場出事，而係洗完澡之後1-2個鐘，甚至半夜喺床上突然就走咗啦。點解啊？因為洗澡對老年人嚟講唔係一件小事，而係一場身體能唔能夠承受嘅考驗。更加可怕嘅就係喺10個老人裏邊，至少有7-8個洗澡嘅方式都係錯嘅。唔係佢哋唔小心，而係冇人認真去話俾佢哋知呢件事究竟有幾咁攞命。今日要講嘅唔係嚇你，而係將呢啲被忽略、被當成生活習慣嘅細節，一樣一樣攤開嚟同你講清楚。你聽明白啦，可能救嘅唔係別人，而係你家中嘅老人，甚至係你自己。《黃帝內經》話俾我哋知，人以天地之氣生，4時之法成。咩意思呢？即係話人活着呢，靠嘅就係天地之間嘅呢一股氣，呢股氣喺我哋身體裏邊運行，一刻都唔能夠停。白天嘅時候，陽氣往外走，我哋就好精神，可以做事。晚上嘅時候，陽氣往裏收，我哋就昏昏欲睡，需要休息。呢個就係天人合一嘅道理啦。但係洗澡呢，特別係洗熱水澡，即係沖熱水涼，會將呢個規律全部打亂嘅。你諗下，一個老人本來陽氣就不足，到咗晚上陽氣咧就係往裏收嘅。呢個時候佢洗熱水澡，熱水一沖，毛孔開晒，陽氣就往外散。本來應該往裏收嘅，而家全部向外跑咗去啦，身體一下子就空啦。陽氣散出去容易，收翻嚟就好難嘅。所以好多老人沖完涼，感覺有啲攰，甚至頭暈眼花，就係呢個道理啦。更加可怕嘅係乜嘢呢？係溫差。易經又話，一陰一陽之為道，陰陽要平衡，要和諧，唔能夠有太大嘅起伏。但係冬天洗澡即係沖涼啦，外邊冷，浴室裏邊熱，一冷一熱就係陰陽失調嘅開始啦。老人脫咗衣服，由冷嘅房間走入去熱嘅浴室，
血管本來喺冷嘅環境裏邊收縮，突然間遇到熱就急劇擴張，血管一擴張，血壓就往下跌。等沖完涼，由熱嘅浴室走到冷嘅房間嘅時候，血管又急劇收縮，血壓又往上衝。你諗下，一個本來就有高血壓、動脈硬化嘅老人，血管已經好脆弱啦，佢經唔經得起呢啲折騰呢？我認識一位老太太，今年78歲，有高血壓10幾年，一直食藥，控制得好好。舊年冬天有一晚特別凍，佢想洗一個熱水涼，暖下身體，結果洗到一半，突然間覺得右邊身體發麻，連個嘴都歪咗，想嗌人又嗌唔出聲。好彩佢個女啱啱翻屋企，聽到浴室裏邊有一啲奇怪嘅聲音，衝入去一睇，快啲叫救護車送佢去醫院。醫生話係急性腦中風，好彩送得嚟及時，如果再遲10零分鐘，可能就救唔翻噶啦。而家老太太雖然保住性命，但係右手右腳都唔靈活，講說話唔係好清楚，生活嘅品質大打折扣。佢個女話：我哋真係唔知道洗澡會咁危險嘅，如果早知道，我一定會更加小心照顧我嘅母親。聽到呢啲咁嘅故事，真係好難過。但係更多嘅係着急，因為咁樣嘅悲劇時常都發生噶。但係而家知道嘅人太少啦，重視嘅人更加少。大家都以為洗澡係小事，殊不知小事做得唔好就會攞命。我哋再嚟睇下另外一個問題，就係洗澡嘅時間啦。好多人中意食完飯就去洗澡，覺得咁樣好舒服。但係你知唔知道呢個係最傷害身體嘅做法呢？《黃帝內經》話俾我哋知，胃為水谷之海，脾為後天之本。我哋食嘅嘢，脾胃係要工作嘅，要將食物消化吸收。呢個時候需要大量嘅氣血，氣血從邊度嚟呢？從全身各處調過嚟，心臟要送血嚟，肝臟要送血嚟，腎臟都要送血嚟。大家齊心協力幫助脾胃去工作。但係你啱啱食完飯就去洗澡，熱水一沖，皮膚嘅血管擴張，血液就向皮膚表面跑，脾胃嘅血液就少咗啦。脾胃冇足夠嘅血液，點樣消化食物呢？消化不良係小事，要命嘅係心臟同大腦嘅血液都唔夠。好多老人就係飯後去洗澡、去沖涼，喺浴室裏邊忽然間暈低，送到醫院一檢查，心肌梗塞或者係腦梗塞。呢啲唔係佢運氣唔好啊，係違反咗自然嘅規律，違反咗身體運行嘅法則。有好多老人家喜歡晚上洗澡，甚至半夜洗澡。你知道嗎？子時係晚上11點到凌晨1點，呢一個時間係陽氣最弱嘅時候，係陰氣最盛嘅時候。呢個時候洗澡就係喺最虛弱嘅時候折騰自己，就係喺最需要休息嘅時候消耗自己。難怪好多老人半夜洗完澡，成晚都瞓得唔好，第日冇精神，長期落嚟身體點可以忍受呢？我哋再講下水溫啦。《黃帝內經》話：陰平陽秘，精神乃治。咩意思呢？就係陰陽要平衡，要和諧，唔能夠有太大嘅差距。水溫太過高，就係陽過盛，陰就會受傷；水溫太低，就係陰過盛，陽就會受傷。咁幾多度最適合呢？接近人體嘅溫度就最適合啦，即係38至40度之間。呢一個溫度不冷不熱，唔會刺激皮膚，唔會刺激血管，唔會打破陰陽嘅平衡。但係現在嘅老人好多都喜歡洗好燙嘅水，即係要好熱嘅水，覺得熱先至舒服，先至能夠驅寒。呢個觀念錯㗎，水溫太高，皮膚嘅血管會過度擴張，大量嘅血液湧向皮膚嘅表面，心臟同大腦嘅血液就唔夠啦，
就會缺血、缺氧，而且水溫太高會加速心跳，會升高血壓。對於嗰啲有心臟病、高血壓嘅老人嚟講，係非常之危險嘅。更加可怕嘅就係醫學上都有研究發現，如果水溫過高，洗完之後血壓會明顯下降，而且呢一種低血壓嘅狀態可能會持續一排。喺呢段時間裏邊，隨時都可能因為血壓太低而頭暈，甚至暈低出現意外。我遇到過一位老婆婆，特別怕冷，冬天沖涼一定要用好熱嘅水，燙到皮膚都紅咗先至覺得夠。佢個仔勸佢水溫唔好太高啊，但係佢唔聽。佢話佢幾十年都係咁噶啦，從來冇問題噶。結果有一日佢沖完涼走出浴室，突然之間眼前一黑就跌倒啦。佢個仔趕緊去扶住佢，發覺佢已經冇意識，於是叫救護車送到醫院。醫生話係低血壓休克，好彩送得嚟及時，如果唔係，後果就不堪設想。老婆婆醒咗之後，醫生同佢解釋咗水溫太過高嘅危害，佢先至相信，佢先至願意改變㗎。好，下次我哋繼續講呢個話題啦。